來看海巡署高雄查緝隊呢，是查到一個跨國的人體運毒的這個案件。35歲拍泰拳的教練，在4月中旬對泰國入境高雄，和海巡署甲抓落來，帶去照電光，結果發現講伊的腹肚內底攏是一粒一粒的毒品，尾手是用10天的時間才總算甲全部攏排出來。海巡是表示講伊的身體內底這4盒攏總有72粒，目前這檢方已經甲伊起訴。海巡人員透過反擊，請一名泰國籍的查甫人配合調查。海巡署高雄查緝隊4月中接到線報，有個冠名檔的人入境高雄。海巡隨出動去查人，想要到佇咧機場查檢的時陣，海關人員就佇咧查甫人的身軀頂先找到5粒一級毒品4盒啊，懷疑是人體運毒，遂甲人帶去病院照電光，果然發現腹肚內底攏是毒品。該名太極女子為拳擊教練，在長達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間，不僅要觀察其身體狀況，更要時時保持警惕，在旁戒護，防止脫逃。本案後續共查扣72顆海洛因膠囊。因為毒品若破去，嫌關會有生命危險，前後用10天才把所有毒品排出來。海巡表示，這個35歲泰拳查某教練，去年5月就捌來台灣，迄當陣無查到什麼個樣，不只有發現伊甲幾落個外國人有接觸。這回入境，海巡共款密切監控，想不到竟然是人體運毒，做一擺吞72粒。這款行為和醫師感覺真唔通，除了可能會甲腸仔擠害以外，只要毒品流出來，就會危害生命。這個包裝一旦破裂或滲漏，高濃度的毒品就會迅速被腸胃吸收，可能短時間內就會造成嚴重的中毒。以海洛因來說，這個患者就可能嗜睡、意識不清、瞳孔縮小、呼吸變慢，嚴重甚至呼吸停止、缺氧、昏迷或死亡。海巡表示，這回查到4盒總重量大約289公克，市價價達360萬。現在高雄地檢署也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對這名查某教練正式起訴。記者柯家珠、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